夏天是芒果盛产的季节，虽然9月已经是芒果的最后生产期，不过市面上现在还看得到9月的芒果。过去听长辈说，芒果吃太多，因为毒性容易造成过敏，必须吃破布子来解毒。连水果摊的老板也认为有此一说。不过对年轻一辈来说，就看个人的喜好。因为迄个山野伊人拢讲较毒较会对是伊皮肤较会痒较会痒所以配布子伊较袂解毒。嘿，这是老爸咧讲的浙江旅游团，我是感觉讲。以外来甲食的经验是安尼食讲。他们是说这样可以解毒，解芒果的毒素。对其实也未必啦，就是看个人啦。对啊，如果体质如果说是比较偏向比较有毒性的那种，比较没办法排出毒素的人，去吃这个可能就是有它的效果在啊。到底芒果是不是有毒性，必须靠破布子来解毒。台南市立医院中医部杨之令医师表示，因为芒果树属于漆树科的植物，有毒性应该是芒果的外皮，如果沾到果树汁液里的漆分，就容易引起皮肤过敏。芒果在《本草纲目》记载，它是比较甘甜的食物，然后它其实本身果肉呢是没有毒性的。那当然就是一般民众可能觉得它会有毒，可能是因为它芒果树它是漆树科的植物，然后它的树枝会分泌一种叫做漆酚的致敏物质。那如果你吃芒果的过程中没有把它洗干净去碰触到的话，那可能皮肤会过敏。那皮肤过敏的症状就是会起疹子，然后发红、瘙痒等等。那并不是代表说芒果有毒。杨医师表示，破布子果实具有镇咳整肠的功效，并非解芒果毒。如果芒果吃太多，引发胀气、消化不良，或许破布子可以缓解，但破布子不能生吃，一定要经过加工。医师强调，凡事过犹不及，任何食物适量即可，才能吃得健康。记者林根采访报道。